特别是客家文化基金会办理一场偏戏偏错亚春日的活动，就向前到抢悠悠嘅特别是客家文化工人来表送心情，来是学习嘅东西，还有密集表演做得看哦。按丰富嘅活动写到嚟几百个民众桥下参加，来享受表演嘅时光。韩国的年下辈也春贴被弹开来，干涉的东西并送去。韩国贵用心补摆，富圈的演环境，有人用腔量做主题，没有人表演闹为法，还有人搭为小朋友，而且人呢地度教游戏。一部泰式同好朋友来野村，我享受轨道线的下注石头，亚世界有几下扎睇拉卡行行呢。你会不会很怕它？不会，我要它怕我。有脚踏车，还有电风扇，会有一点恐怖。亚些年的肢体剧场带来嘅美剧表演，係用慢色做主題。上面表演者打扮做拉劇，去到野村現場。我看那來參加嘅民眾準備嘅那條東西，係上愛調色。另外也未啲現場拍嘅幾條線，愛好拉劇，比到呢個東西來說，做出一隻妙嘅。大棒同民眾互動，愛看那也得親自形容嘅交流味。表演者的姿態出現在他們的自己一個家的一個小場域的時候，他們比如說小孩子可能會笑，可能會害怕，然後父母親會怎麼樣去應對這件事情？其實我們是主要想透過表演，然後來激起在親子之間有一些不同的火花跟反應。我覺得很棒哎，因為野餐這樣就不會很單調，讓小朋友覺得好有樂趣哦。覺得這活動場要多辦一點。亞從野村發通係特別是客家文化基金會辦的第5場，現地發通當中未安排嘅客家教學，希望加油按神奇嘅方式來宣傳客家文化。另外大棒野村發通鼓勵生活地按到建築物當中嘅有心人，行強睇資源，享受按能得嘅點錢，更是簽下來對 TV 生活有更美好嘅。客家新聞賴冠成、陳欣怡特別報道。